點解日本便利店嘅咖啡可以咁好飲？咁我咧就同大家開箱一下啦。近排天氣真係好凍，所以行過七仔咧都忍唔住入去買翻杯 latte 飲。點知咧就俾我發現咗，除咗有 regular latte，仲有 creamy 嘅版本。咁所以咧我就揀咗 creamy 版本嚟試一下，睇下佢係有咩唔同啦。咁話說點解日本七仔嘅 latte 可以咁好飲呢？原來咧佢哋對牛奶嘅選材咧係有特別篩選過嘅，咁係用到一種叫特濃リッチミルク，翻譯翻咧真係超級特濃牛奶。咁呢隻牛奶咧既濃厚啦，又有餘韻啦，跟住有香醇。原來咧佢哋就係用咗北海道出產嘅牛奶產品。咁其實咧入邊就係混合咗啦鮮忌廉同埋水牛奶，變成脂肪含量比一般牛奶高嘅超級特濃牛奶。即刻嚟試下先。飲完之後呢，真係成個口呢好濃厚奶嘅味道，但係我就覺得佢咖啡味都可以再重翻多少少，咁就會更加 balance。不過呢，就好啱好飲得慣咖啡，但係又好想要飲咖啡嚟提神嘅人啦。OK，報告完畢，下次再見。